酒店最大嘅收入來源之一，除咗客房銷售，就係餐飲服務。優質嘅餐飲服務令客人多一個理由入住，以及喺酒店內消費，亦係一個提升酒店形象嘅重要指標。餐飲服務嘅首要要求係食物嘅安全、衛生，再嚟係食物質素。樓面嘅同事亦都要提供完善嘅服務，令到客人可安心享用。首先，我哋要設計一個好嘅餐牌，為客人提供美好嘅用餐體驗。同一時間，我哋亦都為酒店嘅形象、風格定下框架。餐廳嘅設計亦會配合主題。我哋餐廳除咗單點食品之外，係以提供自助餐為主，所以會有一個較大嘅空間及配備去陳列食品，例如熟食、甜品、壽司同埋冷盤等等。餐飲部亦會與市場推廣部合作，定期推出主題美食，例如各地美食巡禮、主題活動，例如婚宴博覽會及烹飪班等，以增加與客人之間嘅互動。餐飲部首要嘅工作就係制定餐牌，決定每日提供嘅菜式，之後廚房同樓面先至可以按照需要進行工作，配合餐牌喺食品同陳設嘅要求。另外，由於飲食業轉變得好快，廚師需要經常動腦筋發掘新菜式，知道本地流行乜嘢食品，仲要留意外國飲食雜誌，以求取靈感，發掘及創製新菜式。通常我哋設計餐牌咧，配合唔同嘅時令啦，同採購部一齊揾唔同嘅食材啦。喺夏天咁，我哋就會揾啲消暑啦同埋健康嘅食物；冬天亦都揾啲滋補嘅食物。由於我哋嘅客人來自世界各地，所以我哋設計嘅菜式要配合唔同嘅口味，盡量嚟滿足客人嘅需要。平時我哋會設計唔同嘅餐牌，好似而家咁，我哋做緊個日本粥啦，下個月做緊海鮮粥，目的咧係可以吸納多啲人客，同埋增加酒店嘅收入。當然啦，控制成本亦都係好重要嘅。我哋會因應翻餐廳嘅風格、形象、主題同埋服務對象而釐定個價錢。咁當然食材方面，我哋都會作出相對嘅調整。而家流行健康飲食啦，我哋會考慮營養均衡，或者係選用有機嘅食物作為食材嘅。餐牌亦會根據餐飲服務分開唔同嘅種類，例如早餐、午餐、特色糕餅，以及酒吧專用嘅酒精飲品餐牌等等。而宴會就會按照客人嘅要求製作特定嘅菜單。喺餐飲服務方面，亦需要時刻留意市場上嘅動向以及不同嘅節慶，喺其中加插與別不同嘅套餐設計。餐飲部亦會延長營運嘅時間，使客人可以喺歡愉嘅情況下參與不同嘅節慶日子及世界盛事，例如情人節、復活節、暑假及聖誕節。無論喺餐牌以至樓面佈置，餐飲部都會作出特別嘅設計，配合宣傳吸引客人光顧。除咗增加盈利，亦提供更全面嘅服務給予各類嘅客人。由於酒店嘅餐廳係自助形式啦，客人會自行取用食物嘅，但係侍應亦都要留意翻人客台上面嘅情況，例如係收碟或者係添加酒水之類嘅工作。自助餐區嘅情況亦都要加倍留心啦，睇下係咪有需要補充各種唔同嘅餐具，或者係提醒廚房食物嘅供應情況。而侍應亦都要對每項菜式作出了解，方便佢哋同客人介紹。而主廚事先亦都會同佢哋講解每樣菜式嘅特色啦、煮法、原材料，甚至係營養成分嘅。要令客人滿意，除咗食物質素之外，優質嘅服務亦都係非常重要。由客人進入至離開餐廳嘅期間，
侍應都需要細心留意客人嘅需求，並喺佢哋有疑難嘅時候作出解答。喺餐廳營業之前，侍應會按照訂座嘅情況而安排好餐台先嘅。而由於每日訂座情況及客人要求有別，座位必須預先安排，多數由助理經理喺前一日預先準備，經餐廳經理批核作實，當日再由侍應喺餐廳開放前按指示安排。如果客人喺訂座前講明當日會帶小朋友到場，侍應會盡量安排非出入口嘅位置，以免小朋友受到碰撞，或者預先準備嬰兒用嘅座位同埋膠製餐具等等，盡量配合客人所需。為確保食物新鮮美味，所以食物會喺餐廳開放前半小時，先至由各部門嘅廚師運送至餐廳。大部分都會陳列於保溫或者冷凍嘅器皿內。而可放於室溫嘅食物，例如甜品等，放置數量就會相對較少。寧願增加更換食物嘅次數，務求讓客人品嘗到最新鮮嘅美食。客人到達餐廳時，侍應會喺門前接待，通常會詢問客人姓名及訂座電話，以便確認客人身份。當客人有特別要求嘅時候，可以通知侍應，即時作出更改及處理。如果冇任何問題，侍應就會帶領客人入座。入座前會提醒客人自助餐嘅開放時間，以免客人錯失美食或者延誤離場。客人進入酒店餐廳，除咗可以根據當日餐牌點菜之外，仲可以選擇享用自助餐服務。當客人埋單嘅時候，侍應需要主動提供多項優惠資料，例如提供以某張信用卡可以獲得折扣優惠等，並需禮貌地道謝，期望客人再次光臨。客人如果係酒店住客，就需要詢問佢係希望即時結賬，定係記賬到房間，等退房嘅時候一次過結算。而侍應員工嘅儀容，不論係侍應或者經理，都需要穿上乾淨整齊嘅制服，而且要每日更換。落班交由房務部嘅洗衣房負責處理，上班嘅時候再領取已燙洗嘅制服。一般嘅酒店餐廳都會設有客房服務，讓客人足不出戶都能夠享受美食。為確保餐點到達客房嘅時候仍然保持新鮮、衛生，而且唔需要客人久候，酒店會設有專用嘅餐車以及升降機，等侍應能夠以最快嘅速度將餐點送到客人房間嘅同時，又不致喺其他客人進出酒店時要與餐點一齊乘搭升降機。我哋亦都會提供到會服務嘅，所以會採用流動式嘅設備啦，可以好輕易咁運送到唔同嘅地方，為宴會職場提供餐點。咁完成咗之後，亦都可以好輕便咁運翻嚟酒店。同一時間，我哋亦都確保喺運送過程中保持食物適當嘅溫度同埋新鮮。廚房嘅工作由訂購、收取食材開始，員工要確保食材新鮮、份量充足。然後會將食材分類，將新鮮食材作處理。
然後按不同菜式嘅需要分配食材。廚房內有各式嘅設備協助員工煮食，雪櫃、爐頭、烤爐、攪拌機、切肉機等等。廚師會負責各種不同嘅菜式，冷盤、餐湯、主菜、甜品等。衛生喺廚房裏邊係好緊要嘅，所以我哋一定嚴格執行指引。儲存食物嘅溫度係好重要，所以每隔1個鐘頭，我哋就會檢查同埋記錄雪櫃嘅溫度。例如新鮮蔬菜、鮮肉要保持喺0至4度，急凍嘅食物要保持喺-18度以下。地板要經常保持清潔平整，一旦有損壞要盡快維修。所有嘅工具喺用完之後，我哋都會徹底清潔同埋消毒。員工喺開工嘅時間要穿着整齊嘅制服，防滑鞋，而且要經常洗手。生熟嘅食物會分開唔同嘅砧板同埋刀具去處理，所有嘅食物都會徹底煮熟。煮好嘅食物未拎出臨尾嘅時間，我哋先會擺喺保溫設備，令食物保持適當嘅溫度，確保食物衛生安全。為保持衛生清潔，酒店有嚴格指引處理不同嘅食物，透過不同顏色嘅砧板去處理相關嘅食材。例如熟食、生肉、麵包及奶類、沙律及生果、蔬菜以及海鮮。酒店廚房內亦設有不同區域，方便處理不同嘅食材，包括有中廚、沙律及生果、熟食、甜品、壽司、凍肉等不同區域。每個區域都有專業設施以及專業嘅廚師準備食物。中廚區會設有中式廚具，例如係蒸櫃、中式鑊及其他相關器皿。凍肉區嘅切肉機同鋸骨機、真空包裝處理都對繁忙嘅廚房帶嚟莫大嘅幫助。西廚區設有熟食部，專門負責扒類製作。旁邊會設有一個專供平底鑊用嘅爐具，方便處理餐湯、調味醬汁以及煮調伴碟嘅時蔬。仲有油炸鍋，用嚟準備一啲西餐常見嘅配料，例如炸薯等等。甜品區嘅焗爐、打蛋及攪拌機都係西廚嘅專業設備。當然，最後都需要廚師巧妙嘅手藝，去完成一個又一個精美嘅糕餅。
另外喺海鮮區嘅海鮮食材，好似係生蠔或者魚生，更需要特別注意，一定要喺指定嘅房間進行。一來保持衛生，二來需要喺適當溫度下處理及存放。而且亦都有專門嘅廚刀去處理不同種類嘅魚生或者海鮮。此外，樓面更會另設專櫃，由廚師駐場，以即開或即切嘅方法處理，確保新鮮。自助餐通常俾人感覺到唔環保、浪費，所以我哋加食物嘅方面唔會一次過大量推出，視乎人客嘅流量，盡量減少浪費。喺到會服務中，由於有一啲食材必須要預先準備，所以呢啲食材會存於流動保溫或者冷凍櫃內，務求為宴會提供新鮮美味嘅餐點，讓客人安心享用。而酒店廚房嘅設計亦特別講究安全衛生，例如必須安裝有效嘅油煙控制設備，使油煙喺尚未排出室外之前就得到處理。例如使用靜電除油煙器、混水煙罩、空氣清洗器及填充塔式洗滌器等。同時排氣口要設置喺通風良好而又唔會對鄰舍造成滋擾嘅位置，使排放物能夠充分擴散。此外，清洗廚具及廚房器皿都係其中一項重要嘅餐飲製作工序。同時，餐飲部亦非常注重廚師嘅儀容及安全。員工會着上防滑鞋，男員工以整齊短髮為佳。女員工如果留長髮就必須束起，包裹於廚師帽內。男女指甲都不能過長，要經常修剪。工作時要佩戴手套，唔可以佩戴手錶以及多餘嘅飾物或者油指甲油。經常清潔雙手。如果廚師有機會出入樓面，亦必須以整齊儀容及戴上廚師帽，保持笑容，禮貌咁向客人打招呼。喺自助餐更換食物嘅時候，需要耐心等待客人離開該位置或者領取食物之後先至更換。以上多項細則，除咗保持專業形象之外，更加係基本嘅衛生指標。餐飲部為酒店顧客及訪客提供餐飲服務，包括酒廊、酒吧、咖啡店、餐廳、宴會服務、客房餐飲服務及糕餅店，高質素嘅食物供應，使酒店有可觀嘅收入，亦令酒店形象提升不少，係酒店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